来看又有毕业新的品种哦，台东农业改良场经过7档的选育，种出有膨化美、芳开的米。这个月嘛通过审查，要号名做台东36号哦，相信明年就使技术转移咯。一期入驻种植采收期，台东农业改良场是金产区，也咧收获新品种的稻啊，稻切看起来真把米，掰开的米粒也真结实。这种新品种的米，这个月完成号名审查，叫做台东36号。研究人员讲，新品种的米经过7年时间的选育，采用芳米品种的台东35号甲台东30号，19了后的第6代稳定的新品种，伊的芳开特别有防米回芳，佮有抗寒、抗旧热病、抗病虫害的特性。越来越热的天气呢，它的病害的发生跟它的虫害的发生，它的规律会跟以往不同。那36号它对于病虫害的抗性表现是优秀的。那我们在测它的香味的代谢成分的时候，发现它们都是属于一种叫做2AP 它的成分。那就是因为有2AP 它这个成分的话，它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香气的香米的部分。国内的芳米真受消费者的喜意，也毋过因为抗病虫害能力无好，生产品质只占水稻的3%。今麦研究出新品种的防米回芳米，台东农改场表示，未来一旦推广正式，可能会加做国内稻米竞赛的主要品种。如果说农民都可以接受的话，那希望他们也能选36号当成他们比赛米的参赛品种。那也希望替台东的米闯出一番名号。不过台东农改场讲，要技术移转给农民，可能也要完成民间产区试验，参照来甲农业部的审查流程，有保障紧明年才会当技术移转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